大家早晨，歡迎收睇星期一朝頭早嘅天氣報告。我係梁浩明。廣東地區而家風勢係微弱㗎，咁喺微風嘅底下，今朝早由維港望出去都見到天色都係蒙蒙地，能見度唔係太好。咁今朝早咧，香港局部地區嘅能見度都頗低㗎。橫瀾島嘅能見度就曾經下降至2000米以下啦。咁如果大家需要駕駛船隻嘅話，就記得要小心啦。溫度方面，去到朝頭早7點零鐘，市區嘅氣温就大約喺26度左右，而新界咧就再低多2-3度啦。天色方面，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就可以見到，雖然我哋附近嘅雲量就唔係太多，但係望遠少少喺廣東西部至到廣東內陸一帶咧，都有啲比較厚實嘅雲團，係同高空擾動相關，而且高空擾動亦都係為緊廣東內陸帶嚟緊驟雨㗎。咁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就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初時局部地區嘅能見度係頗低，下晝係有幾陣驟雨，同埋局部地區有雷暴。最高氣温係大約喺29度，風方面咧就吹輕微至和緩嘅東至到東南風。而之後幾日嘅天氣，我哋就預料偏南氣流咧喺未來嘅1-2日係會為華南沿岸帶嚟炎熱嘅天氣㗎。而之後嘅天氣大家要留意啦，因為我哋預料一道低壓槽喺今個禮拜嘅中後期係會影響華南地區，咁呢一區係會間中有驟雨同埋雷暴㗎。而受低壓槽隨後嘅東北季候風影響，今個禮拜後期咧，呢一區嘅氣温就會稍為下降啦。咁所以香港天氣嘅展望方面就會係，聽日同埋星期三咧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間炎熱，而隨後嘅1-2日咧就會間中有驟雨，氣温都會稍為下降。今朝早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。